大概就是不出2年哈，我们就可以看到成果哈。那我们希望中央能够极力协助地方，无论中央是谁执政最好不要有任何颜色，而是要站在所有乡亲的立场，给我们一个非常交通顺畅便利的一个通道了哈。我想这是我们共同要希望我们的议会还有我们所有的这些民意代表共同来支持我们这样的一个做法，跟我们对于每一份经费我们是怎么样充分的来使用的哈。那我想我今天就报告到这里。那我们副县长非常关心而且非常对于这个事情要求非常严谨那我们希望听听副县长的声音，好不好？好，谢谢。努力的弘扬，不管中央的态度是怎么样，咱绝对是要如期如质来完成啦哈。所以这点我真正讲身为国客新妇今仔日这个新瓜头这一颗重担，这个石头放下来了。在这个所在的话，也要特别谢谢我们处长，哇，这个处理你真正讲为中央的来很清楚，然后再加上我们县长那个重要的时刻。要去找部长，要去找咱的政务委员，通通的是想尽一切办法目标只有一个，就是一定要改善。半套安尼落去，拄则有讲过，讲外县市要熟悉的人，报告县长，连我连高铁咱在地有真侪人，拢迷路呢，不是跟他外地人迷路这个真的是咱整个一个任督二脉，这个若无拍通来一改乘兴而来，然后失望，甚至你的公司不来呀。每次来的话就是迷路整个行程就打乱掉。所以真真正正这个工作我们真要紧县长把它列为第一要务。所以今天利用这个机会，请各位媒体朋友，给咱的乡亲报告大家会使高枕无忧啦。不久的将来，我们这个痛，我们这个。让人家迷路的这全世界可能干了这个年啦咱做起来是要交通顺畅，结果咱做出来是要互迷路的这真正讲一定要马上改善。谢谢大家感谢咱大家，谢谢。